馬太福音11章，耶穌指示12學生嘅話講了後，就離開嘅地方，繼續去附近嘅各鄉鎮教訓人並傳福音。施洗約翰在監獄探到關係基督嘅工作，就派叫學生去見耶穌，問佢講：而就是約翰所講，嘅無嘅叫愛來嘅，也是我哋還愛等聘人啊。耶穌應講：你哋轉去，將你哋所聽到、所看到嘅報告約翰，就是盲目嘅看到，跛腳嘅行路，不踩過嘅得到槍利，耳聾嘅聽到，死人翻生，窮苦人聽到福音，蒙義父愛嘅人就有福氣。約翰嘅學生離開後，耶穌對眾人講起約翰，佢講：你哋頭擺去曠野尋約翰嘅事，想去看乜嘅？看本風吹天堂嘅爐燭希望，你哋到底出去做乜嘅呢？去看作匠心嘅人希望，仲係作匠心嘅人一切黃種。按樣，你哋出去看乜嘅呢？去看先知麼？我老你哋講冇唔錯，仲係佢比先知還卡大，佢就是聖經所講嘅人。上帝講：看啊，我會差派我嘅使者做你嘅先鋒，佢會為你開路。耶穌又講：我實在老你哋講，世間無人比施洗約翰較偉大。仲係在天國最微細嘅也比佢較大。對施洗約翰傳道到今本日，天國有受到暴力嘅攻擊，強迫嘅人想愛搶佢，因為所有先知書老摩西嘅法律講預言到約翰為止，所以伊就那係很領受基督嘅預言。約翰就是嘅愛來嘅以利亞，有耳講好聽嘅人就愛聽。我愛用馬嘅來比喻倆死退嘅人呢，佢就像坐在市場嘅生人呢，對同伴很講：我就為你哋伴婚禮嘅歌曲，你哋唔跳舞；我就唱喪禮嘅哀歌，你哋也唔叫。約翰來。唔食也唔飲，大家就講佢本歸父神嚟；人子來也食也飲，大家又講佢係貪食好酒嘅人，專門同衰君老壞人做朋友。仲係真實嘅智慧係用佢嘅結果來顯明嘅。嗰時耶穌接批佢哋看過佢行傳道神蹟嘅常事。因為幾多人冇離開基督嘅罪惡，佢講：哥拉辛啊，你快嚟！白水太啊，你慘嚟！我在你哋中間所行嘅神蹟，那係行在太爾老士頓，幾位嘅人早就作馬衫，為火灰在頭拿當來表示悔改咯。我實在老你哋講，在審判嘅日。太爾老士頓所屬嘅執法，會比你哋所屬嘅還卡強。那係你假白龍啊，你想愛個個猜上馬，仲係你將來會跌落天獄去，因為我猜你幾位行高嘅神蹟，那係行在所多瑪，而根本嘅一天閒彩。我實在老你哋講。在審判嘅日，所多瑪所屬嘅執法，會比你所屬嘅還卡強。嗰時耶穌講：阿爸，天地嘅主啊，我感謝你，因為你將這條事控定唔本聰明有學問嘅人哋，反正顯明本世人呢。阿爸啊，冇唔錯。這種安排係你所歡喜嘅旨意，阿爸已經將一切書本愛嚟，除了阿爸，無人是來嘅，
除了那嘢，老那嘢所愛启示嘅人，也無人會識阿爸。來呀，勞苦把重擔嘅人啊，你哋全部來超缺愛，愛愛俾你哋得到休息，你哋愛把愛嘅惡來學愛，因為愛嘅心係溫柔又謙卑嘅，咁樣你哋嘅心神就會得到休息，因為愛嘅惡係可怕嘅，愛嘅膽係強口嘅。